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首先同大家分享兩隻馬，分別係3場6號嘅東方魅影同埋6場7號嘅星之源。之後就同大家睇睇 AI 預測嘅部分。畫面就可以睇到11月15號賽事嘅命中率啦。咁翻沙田賽事嘅預測表現就唔錯啦，中翻條三重彩咁啦。跟住就繼續同大家分享今次嘅預測賽果。咁如果想知道剩翻嘅場次 AI 預測咗啲咩馬嘅朋友呢，就可以加入我嘅 AI 預測群組啦。一個賽季只係500蚊就可以幫你賭得有根有據啦。另外，如果有興趣想知道我哋臨場賭咩馬、收到咩消息嘅朋友呢，就歡迎加入我哋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賽馬日當日呢，就會提供最少2場消息啦，亦都會送埋呢份 AI 預測嘅完整版俾你啦。一個賽季只係1000蚊嘅啫。畫面呢就有我電話號碼喺度噶啦，歡迎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